來看屏東東港今年呢抓到頭一尾烏甕鰭，今仔日中晝來拍賣，落尾是以2014000塊價賣出去。偷害50年第一次捕獲到這一尾黑鮪魚。那這一尾黑鮪魚我們聽洪船長跟我們轉述，他真的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哈。他這一行刺是要到我們西南海域是抓旗魚的，大家知道。那個旗魚的釣繩比抓黑鮪的釣繩要短，然後要細，結果它可以把這一尾將近200公斤的黑鮪魚拉上來，就知道我們洪船長一輩好功夫了哦。那今天這一尾黑鮪魚，不僅是我們屏東的第一尾，我也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宣布，是我們台灣的第一尾。今年屏東這第一尾烏甕鰭呢，長度是有214公分，重量是184公斤。也毋過因為今年這新制呢是規定講，這魚民就愛先甲這魚刺先甲處理好掉，所以會補償6公斤。即馬總重呢算講是190公斤。伫今仔日中晝拍賣，落尾是以2014000塊價賣出去。